他同仁哈，其他参大家赛者都失去了笑容。对啊，三年莫看，我朋友啦，兩兄弟送保暖，哎，送保暖，頭兩屆同樣送保暖嘅之嘛，一槍有發生過啊，有發生過樣嘅事情哦，雙胞胎就雙胞胎結婚啊，哎，阿張富上搞彎啊你。係啦。三個兩啊，衝啊，心我退喲，無衝講嘅是唔錯，鬧熱大擂台，鬧熱強下來。好嘞，哎呀，是那禮拜啊，呢美眠仔播 V 整拍出來，連上禮拜，哎，連上禮拜，哎你個流行做哦，因為出批啊，係啊，傻批哦，傻批哦，係啊，你看醜樣對樣。對，個我介紹五度，誒，連上禮拜嘅賴松權，你個啲名仔，哎，而家看嘅面相用版，冇空樣，冇強用哈，有沒有印堂發紅？啊，發紅，氣勢很旺啊！不要發黑就好，唔會啦，唔會啦。哎呀哎呀，看呢個夾嘅呢痴心都哦，嘿，同佢之前咁講佢就冇空樣，嘿啊，吃到黑呢，哎，那個臉色都很紅潤對啊對啊，的哦。你看上個禮拜，還是你有變胖？應該冇吧？有些。太放鬆了啊，對對對對，心情好。哎呀，這樣，好，拿出實力來。來，我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幾張，來， 四十位先生，一家樹先生，羅桂麗先生，總飛先生。好來，欣賞介紹題啦嘿，馬上就進行級別比賽。誒，今日新朋友來自台南市，對對對對對，哦，係。大飛帶來用心經營。哎呦，台南嘅客家人啊，係啊哦，係啊，一客家人嘛，唔啲啊，等唔啲哦下我等下放一下嚟嚟嚟。愛用心來恨，愛用意來牽，心給苦愛憎，一片開雲煙，愛為你來等。愛不變，溫暖在心田，此心纏綿，用心給你，用心給感情，難道願一生相思成團字與你？思想為你，一心為你，遙遙盼望你飛行在你，用心給你，用心給感情，難道願一生走進滄桑夢裡，切情給你，切情給你。留待一生，雲煙難分難離。哎，新朋友，你好，你好，你有來過嘛？對不對？有來過對不對？有哦，好幾年前哦。哦，哦呦，對哈很有印象嘿啊。應該有三四年吧。有哈，有講什麼也不記得。因為他台南來的，哦，對對對較少從台南來到呀，客家朋友唱較少，唔過對啊但係唔係客家人啊哦。
给好容易，好容易，对，听得懂客家话吗？你们在讲还是听得懂？听得懂，对，大概一些些的，一些可以了。所以，但我们就用普通话跟你聊天这样。好，谢谢，感恩。对了哈，多谢。哎呦，真有心嘞，很有心来唱客家歌。哦，对啊，我有这么客家歌好听啊，这么多的歌曲可以唱，你为什么不唱？一定要来唱我们客家歌？因为我唱客家歌都有得到很好的成绩。哦，哎呦，所以好像有点，所以我就扒着随便的意思。为什么你对客家歌很有把握吗？是哈，它的旋律就是好听啊，旋律好听，他喜欢。尤其现在很多的客家音乐人，他们创作出来的歌曲真的都很真的就是不一样，真的是。好，来从这里的唐先生的公专业的来讲评一下，老师好。飞颖你好，慧茹你好，好久不见。这3-4年的时间，我相信你一定非常非常的努力。我有印象，因为你刚一上台，我们就跟国立老师啊、慧茹老师，我们就说，对你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可以把客家歌唱得这么好。但是你还记得你当时为什么被淘汰吗？记不记得？我知道，是不是我提醒你的咬字？没错，他其实给杨时被我看到真言当后，因为我们非常喜欢他唱歌的韵味，这是所有选手必须要学习，他很能够抓住这首歌的精髓，就是他挑的歌跟他的人是符合的，我们没有看到他任何一丝的演戏，他是认真喜欢这首歌，所以在歌曲的韵味，你讲韵味味道上面，还有他整个的感情上面，他做的是恰如其分的，再加上他的声线一直很好听。我那时候我有印象，我好像说他是小蔡幸娟还是谁之类的。我记得我有一集他唱那个歌，他的声线是这样，他很适合唱小调，所以我印象是非常深刻。但是今天可能重新回到这舞台还是紧张，对不对？我要鼓励你的是，你的咬字进步非常的多之外，而且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手，他懂得避掉一些他比较没有办法咬很好的字。刚我跟那个跟龙老师讲某个跳啊，不过他避得很好，所以没有影响到他的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太紧张了，好，然后你很想要表现你的咬字，你咬得太用力了，我们再收回来一点点，不要咬那么死。其实你提起爱用心来等你，其实你轻轻唱，因为你现在已经很进步很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在雕你的那个有没有？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还是要雕一下，就是拧，还是要雕一下拧。人会拧不会拧哦，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请你这多注意一下。其他我觉得，欢迎你回来。我觉得你进来以后，我们的战队又多了不同的风格，给他们点压力是好的。希望你今天有好成绩。谢谢。这你一进来，我们其他同仁哈，其他参赛者大家都失去了笑容。对呀，阿赖可以啊，可以哈，戴飞给分数。哎呦，谢谢。这个分数有几分？留下来。留下来啦。留下来。我抽到个灯呢，可能还会变一下。好。没后蓝水留下来啊，是有机会留下来，坐在这里啊。好，谢谢。继续参加比赛，好不好？先恭喜你，好不好？谢谢安子 C。一下，回头休息一下。第一位就是92點分數都不差，希望分數越來越高，表示你節目嘅水平當好啊，對吧？睇起來都分數清高，表現的水準很平均。好，來沙下來入邊，沙下來係黃橋幾帶來送閃擊潮。我哋彈開啦。傷心嘅酒，濃
主持人哈，去几支好？係啊，我緊張嘛。還好，因為 TV 這個沉水站衝多萬火真係。係好朋友，好朋友，真叫都認識咧。唔突來啊？唔係啦，真叫都認識咧。哦，用乜認識咧？都要去參加比賽啊。哦，係啊。所以你要什麼？戰友就出來。戰友對。真要比賽啦。你千會衝，千會衝。跟特別人家那邊讀到比賽名次樣板。佢都有得名，佢有得名，啊冇得名啊呢？有啦，上擺有啦，上擺有哇，大擺都有就出來了。啊，萬一你名次較好，記啦，記哦，哦，你佢開始佢緊張，緊張咧，面紅的咩？你發都瘋啊？咩啦？因為冇嘛名次冇嘛好，就會面紅。嗰個親有愛心，愛心，用版有愛心。佢常常去做義工啊。哎呀，是哦。都佢個好朋友哈，佢個啟智訓練中心也係智能學校哈，佢帶動唱。哦，有愛心真係。親有愛心嘅，有愛心。帶本大家歡樂啦。歡樂啦，對對對，按有愛心要比歌啦。我不比歌係啊，唔講巴有酸嘛？冇酸，冇酸啊！旁邊是講在先生，嘉秋老師。啊，先生好。羅哥講嘅冇真實在啦，嘿。啊，我見到佢真好呢，衝得清好，哦，衝得清好，見到哦，佢真啲數個人較冇按到嘛，你記住衝啊！跟講講，我等下高音來怎麼辦？高音來怎麼？哎，閃過去要低下來了，閃過去它要低下來了，所以整個聲音非常穩，它非常穩定。然後佢嘅大音本來就清好，唐毅就說：哎，清順哦，哎，我根本不用啥，前面兩位都是很厲害，非常懂得閃躲自己的短處的，哎，那種啥，你講，你講，佢。兩個人的排名順序，你的從外面比賽，我覺得是差不多吧。哎呦，嘿，一個高音比較漂亮，然後一個低音很渾厚哈，所以根本講都看起來，真好看哦，今天加油我，加油我，後面的幾個危險啊，很激烈，加油加油！好，了解，好，謝謝老師，謝謝老師。那再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黃圖記嘅分數。還可以啊，91.5，對呀，91.5，哎，不知道，因為後面會不會咩衝動厲害啊？除非會不會有衝白體啊嘛？白體啊，唔記得歌詞。唔怕，唔怕哈。哎，萬一輸都要用白。唔怕，還100張過來。對呀，係啊。哦，91.5應該還好了，好，先轉別的好走。什麼？來，殺下來，殺來，請米煙帶來有相機。來，彈好了。姐姐我也認識。啊，你也認識？你也認識？哎呦，為什麼你們？高手。哎呦，他這個讀書師人，有了比賽你還唔敵就出來。我知道。這樣感情沒有太好啊。花盆的落天。
感情水提起，人孤到亲奇下手，因伊老人归乡去，夜来暗藏思故事，不知暗吞无言语，悲痛三人思相依，难分彼个又相依。哎年纪后，会紧张嘛？啊，还是有点紧有张。也是啊，对我呀。看佢唱歌嘅清头耳啲嘅爱歌嘅，给给妹真的有，刚刚我们讲的遇强则强，遇强则强，你今天有把这个潜能有发挥出来有。发挥出来啊。因为姐姐我也认识，啊，你也认识？你也认识？哎，为什么他是你们高手。哎呦，他这个读书好朋友都是这样子？没参加比赛吗？对啊，哎呦，在同个群组。同一个群组，所以你们都有一个赖群主修来到底听他的。的比赛没有，不知就出来道今天很意外，啊，因为欢大家喜相聚。哦，那就真的大家很有缘呐。叫来比赛，你还唔敌就出来。我知道，我知道。这样感情也没有太好啊。前辈，而且还在群组里面，还在群组底不会读嘞，这还不知道他他读书师嘞，哎呦，奇怪。我们是菜鸟，我还在学习。对，我还在学习啊。听说还在歌唱班学习。对呀，我刚去歌唱班。有好多嘛，该东西。那个小调，小调，还有你学传统没有？对啊，可是有时候他会教台语什么的。哦，那小调的有没有来一下？你有学了什么歌？初一是么庙门开呀。哦，今天有杨小平上身了。今天不是蔡秋凤，今天是杨小平，也不错，都是歌后。酒醉，要蔡秋，蔡秋。哎，奇怪哈，他一唱歌那个共鸣就跑上来。很奇怪，他讲法唔系，他讲法声音很大诶，一唱歌嘅鼻音就出来了。很奇妙哈。你应该把它综合一下。是哦，还在学习。对，真的。不过刚刚有了，刚刚那首歌唱的有。必松礼拜喊他。有，你看老师们都点头了。那位欣赏的讲。桂林欣赏。好嘞。好，明天又很爱讲评哈，上礼拜没很爱哈。哦。下礼拜廿个那个屁股里面部分有较改进的哈，较好的。但是就是讲，好像是本一些的建议啦哈，就讲你在学创业说国语之前，先把国字念出来，轻重客家话的轻重几个音。你做到以后，你再开始把音符、旋律加进去，按你这边对你练习有帮助。我相信透过很多的练习，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好吗？美燕加油哈，加油，谢谢。谢谢，好，一定要谨记这一句，这句名言。那条他压力不太大的呀，刚刚还特别 Q 他压力很大。对，好，来看一下他分数，好不好？来，请美燕嘅分数。加起来迄一度分呢，92.5分，哎呦，恭喜！哎，你目前也分数冇问题，应该留下来啊。对，啊，松了一口气，哎，不用轻松了，不用轻松，嘿，好了，那下礼拜再继续加油啊！老师讲的那记得，好吗？谢谢，好，谢谢，安子这回再休息。好的，沙来什么卤菜油带来有你有爱。好，来躺个啦。我的你不管两下嘅愛。嘅時代，老頭白無強用，
我有我嘅想法，我有我嘅想法，你唔是笑，唔是笑，你嘅感覺我全部放在心中。蔡友，哇，这个大胆女王，大胆女王，马该都唔讲，胆子很大哦。没有了，没有了，对啊，什么都不怕，小小年纪不懂，小小年纪不懂，就抓死怎么样大胆？抓蛇，你带的那片有蛇可以抓，三档哦，真的呀。还敢吃哎？对呀，但他现在可以养颜美容，养颜美容，看可不可以变？那你后来就没吃了，对不对？哦，对。他现在心不在焉啊，因为刚刚老师这些讨论懂给，他其实我们在访问他的时间，一直在注意老师在干嘛？对，所以他很多聊都不行，尬聊了，尬聊，怎么尬我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聊。好啦，那就让你听一下讲评哈，唱毕欣赏。好。是彩荣，很好奇为什么你会选这个歌？我觉得你跟上次那个落差好大，选歌的那个，就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对，对，真的很特别。对我们觉得你很特别，对，选这个歌所以配了这个可爱的发型。好，金波念你从聊出 OK， 我觉得你的 pop， 你的节拍跟整个感觉。比上个礼拜进步很多，对我感觉是这样。那本来你在前面在蕊歌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因为你整个这样唱，可是我觉得呢音准就没有掌握得很好，然后我就很想说啊，你在这样子投入过程当中，你还是要能够控制得住，对，可是正式来的时候，我用耳机听是 OK 的哟，很棒。那有一个地方我想跟你说，有一些地方你想要做。那个，比如说“爱也来也胎”，它的歌词是“也胎”，所以这个“胎”你要给它出去啊，你不能它已经大了，你还把它缩小，“来也胎”，你反而缩小这个诠释，然后你一缩小，它应该是那往上的，你缩小了音准就会不准，所以这是很可惜。你不要害怕，你宁愿唱出去稍微拉一点点就好，你不要揪着唱。有些东西你想控制，揪着它去唱，你的那个音准就跟那个情绪可能就没有办法连起来。但后面那个公公给发就比较好，因为发也是开口音，他会这样写，一定有他的道理。胎发表示这个音不要周回来，一定是让它出去的。你可以用歌词去判断，这个音你应该要怎么去诠释它。好，那另外就是你这一首歌的那个。轻重起伏强弱，我觉得你都比上次进步。基本上我觉得，诠释的还不错。对，那慢慢把那个音的那个弹性的控制比上次更进步一点，你就会越来越好。好，加油！好，看自己好，那分数喽，紧张了。欢迎哈喽，蔡宇的分数。我也替你紧张啊。有92.5，93。恭喜你！
公益蔡议员，比我们罗家争光哈。对，你又可以跟那个卫冕者呛下一下，哎。对啊。希望他今天不止辣2个字，好吧？摸按钮，哎。好 ，OK， 谢谢，恭喜你再次留下来哈。这欢迎这一位我们的卫冕者哈。哎，连续5礼拜嘅来双拳带落随风比起。好，这歌名也怪怪的。做嘛该为想你送爱心安存，做嘛该为想你送爱自尊，爱你爱做唔错。爱你爱做唔错，你做嘛该为阿爸对爱？爱你爱做唔错，好爱你爱做唔错，你做嘛该爱我老爱分开？随风飘起，啦啦啦啦啦，随风飘起。随风飘起，啦啦啦啦啦，随风飘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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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起。啦啦啦，随风飘起，随风飘起，啦啦啦啦啦，随风飘起，随风飘起，啦啦啦啦啦，随风飘起。哎呦，阿伦抒情歌，今天怎样？有心情吗？有心情吗？随风飘起嘞，对，随风飘起啦，可以啊，给你抹辣子了没有啦，个歌词很少，表示选2条歌的呀，那有啦。哎，你不要说这个是蔡孟富的歌哦，蔡孟富的歌哈，蔡孟富他算是一个很棒的唱将哦，对啊，就是他写的歌的。对啊，今日亚呢，较 old school 一些啦。有吗？他的歌算 old school 啊。下面但系动经典啊，就会讲，歌的一生年以后，这样拿来弹，还是蛮好听的，还是很顺耳啊。对，按有吹法，你客家的吼，吟光吟的。好啦，他他说蔡孟富，我是说蔡孟富，我是说，对，你不用担心。拍谁？他还说抹了。有时候有私心的后事啦，有私心的后事。我外甥常常跟我讲，有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日子比较好过。对，真的。好，来，唱的人来。唱在微欣赏。双曲很唔嘿，你有看到头前先生啲讨论人都冇用用心啲唐罗拉嗰啲讲乜嘅？冇，有讲唔到出来。他一直想听讲评。魂不守舍。讲嘅係沈蒙非遗哈，谢谢慧茹来到这一集的比赛，让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全部都绷紧神经之外，他们都往前进了。我觉得就算给不给大家 Q 给。J 哈，他其实状态声音的状态很好啊，他很棒。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不管等下神经有关系，我吃到一只表演者最重要的身体，还有点把它养好一点。我觉得你真的大有机会。今天要不是因为你的嗓音很有中空的话，我吃到你今天没有输，好不好？没关系，下次有机会鼓励再来。好，顺来双拳那边哈，我等下吃到你懂有痴心懂吼，你还没请到你这个音色。
迄属于你自己赖上群的，我之后也同好，透过同好，不管你係咪 old school 也係新的，我之後列數歌曲可能因為你上到禮拜叠詞，你就前列數歌曲較簡單的詞，我攏講歌詞清晰。佢咩危險土哦，因為你喊那做嚟談清楚你的創物界，你的表現物界。我先講吼，我家龍先生啲討論嚟講，你大概唱了兩類型的歌曲，你就懂講，要用人感情要衝出來，其實要鋪陳，你的聲音其實很有感情誒。哦，他有幾個字本來想到高明俊。誰說我不在乎？有點沙沙的，有一點感情，那好像真的歷盡滄桑，還是說你被人家拋棄他100次以上，這樣我給按感情？就是他有一點點呢。我想講，你也音色有誒，還有你唱歌誒，用把你鋪陳，就是你前面要鋪陳了，做嘛該愛上你，那本來吃到你的上機，你做嘛該愛上你，一開始就聾啞給power。跟在這邊的時候，你 help boy 上來啦，隨風飛起，你就做唔出來。我說強樣，因為你有危險，都會講隨風飛起，全部都是飛起的時間。你得隨風飛起，不要高，要愛啊！你飛到那邊，你飛10層樓，也係101層。你最尾100有做到的表情，所以最尾1記聽。我說當大上，你點解意思？我講安尼意思講，任何個強都了為咯，聽講聽了講咯，你要消化。然後才能變成你自己。你現在有音色有了，態度有了，接下來就會你眼神，還有你的想法，好嗎？因為喊你唱我懂後啦，因為你離他醜陋的按多關，我們對你的標準一定要非常嚴格，不然獎金不能隨便給你的。加油啊！好，謝謝。好，看一下兩個分數啦，好。哎，看以前我先唱嘅青狗粉的啊，哎呦，目前青，哎呦，我們羅家來，嘿。哎，佢用啥槍？只用啥兵啊？喲。真的吼，幾下禮拜你用咧，最基本的氣腔下，蒸汽粗爽，避免再暴味哈。亦戰亦友啦，哈。對，看一下，看一下賴雙權嘅分數。3年無看。我朋友啦，兩兄弟宋寶鸞，宋寶鸞，頭兩屆，同樣宋寶鸞嘅姊妹。哦，哎呦，咁做得嗎？用冇做得嗎？一槍有發生過啊？有發生過啊？有事情哦。雙胞胎結婚啊？阿張富上搞彎啊？咩啊？看一下賴雙權嘅分數。這個命運的安排，正經呢，就是差那麼一丁點，嘿，0.5分，對呀，哇，恭喜賴雙權，這一次再讓他啊，下次再好好努力，好不好？恭喜賴雙權，安尼曲奇子，拍攝哈，拍攝咧，哦，下禮拜又給比賽過來哈，哎呀，再來邊，好好保佑哦，嘿，也恭喜那個戴慧茹哈，哎呀，留下來，嘿，好，有人說。最恭喜你嘅賴雙權連續6禮拜避免，好，抽中避免再報名。可以。哎呦，來到傳統組位。報名爭8歲，哎呦呀，前2禮拜啊，連續卡關2拜，係呦，唱嘅西門人族嘅那丁字褲用嘅，我卡到啊，哎呀，這個卡的呢，卡誒，係咪？你啲卡清卡，誒，連續以避免2拜啊，係啦，避免2拜嘅總一曲，係啦。一腳字啦，哈，不過抽4拜啦，抽4拜啊，卡到2拜，希望冇卡到嘅啦，冇個卡嘅啦，冇得做丁字褲嘅，我卡到啦。好嘞，比賽啦，比賽，比賽，就接受評審先生。李秋霞先生、張永慶先生、羅英先生、曾明珠先生。
安尼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哦，真是亏死咯！有抢到 TVB 的新朋友，嘿，来自新竹关系，形象带来3个字。好嘞，谈个啦哈。偏向我来赴那归呀，日先来见呐，平安喜悦乐港，在心每天呐。晓得来병来行，心头爱天呐，人生快乐乐啊，江山来显呐。哎，影響之哈，好，哎，你好，係啊，之前講有來過呢節目啊，有咧，你敢有印象？你敢有印象？我會選的時間中，哎，你有讀過吧？有啦，會選嘅時間。會選啊，之前的比賽時間，有印象嗎？比賽時間啊冇。對，看冇咧，點解咩？會選有讀過。感覺冇嘛，面熟嘅。係啊，唱一段歌詞是唔記得咧。哦，唱一段歌詞，咩嚟咁樣比傳統做嘅嘛？啊，2段歌詞，你唱一段都唔記得咧。唔記得咧。哦。今日又幫我創作咯。哦，今日又創作吼，有進步啦。哦，今日創作啊，歌詞又創作啦哈。係啦，有啦哈。好的，哎呦，佢真係變啊你啊，難弄。好夠啦，本來唱歌是歡喜咩？係啊。對啊，又唔係講哦，一聽到來我變到講哦，一種名一種名。平生是冇按用啦，輕鬆唱就好咧。係啊，好。安尼做嚟寫創題嚟嘛，哈，嚟同先生嚟講評下嚟，哈。唱秋下先生。來。音響字吼，嘅選角以後啊，當然咧3個字嘅東西有幾種嘅唱法。你調過嗓唔係講做唔得，但是你調過嗓嘅時候，你這個一先看過你這個有法度唱到按高音嘛，啊，你像第一句你先見，一下就調上去，調上去嘅時候變成說你比較較實力。實力時候，你輸音嘅時候，你就會比較下，聲音比較下不足，所以你要注意，你唱按嘅吼，你音質要動亮嘅按唱法啦，我是先建議你啦，哈，你說平常按唱平嘅音，你唱按嘅吼，等到你聲音質動好動亮嘅時間，讓你按個唱法，唔係講做唔對啦，哈。還有猜心田嘅時候是說比較去輸音嘛，就係辣音對嘅，心頭天感覺了比較所在，你撲嘅多些位是可是冇乜嘅問，有唔係講當明顯，但是你認真彈嚟說啦。好，第3句是心頭天唱神仙了位吼，所以你唱歌，你硬是從你講嘅撲嘅種，你握下嘅量嘅頓嘅咁樣，你嘅頓嘅摩擦是會彎啊，所以你講你咧頭數嘅吼，大鼓嘅先生，佢撲做乜嘅一穩嘅時間，你就是聽那個撲嘅嚟行，得當重要哈，所以呢啲方面你可能要加強哦，加油！好，謝謝。形容嘅分數。係90分咯，90分做得啦，係啊。
还是过关哦？还冇一聽啊，看後背哦。你上愛過關冇？上冇？上愛啦，上啊！上啊！上啊！個上咗保佑後背唱到比你較差。好，謝謝。揍人家，來可以哈。這還硬件啊！你超過是硬件。大傻嘅後背要有效啊，你講誒。有好有強啊！有效哦，真係。真有效。試看啦。哦，殺下來。殺落去，吳桂蓮帶來落山歌。好啦，同我啦。一色春情。哎呀，桂蓮，法蓮是法蓮。對啊，那法蓮的朋友啊，路上認真，聽一擺衝的，聽一擺衝哦，衝到天咧。啊，之前的節目當中的全盲是衝過啊，第一擺就衝一擺，你要聽一擺，聽一擺。哦，佢厲害啲，本身係講海陸強。係啊，我講海陸嘅啦。好詩獻呢？按詩獻用講到很好。係啊，冇啦，為了你種嘅節目。貼拍，人愛海陸嘅嗬，慢慢嚟去改。你一改咗就變咗。唔確定咧海陸。講得滴滴嘟嘟。講啊，就為了呢啲節目啦，詩人咯，真係好，所以說人愛海陸要同我一齊。係啊係啊，哦，我係樣子錯咧。這係唔啲咧，唔係後生嗰邊朋友有啊，下擺過去我讀到，誒，全部講海陸嘅。咁啊講海陸，咁啊講海陸啦。沒有講詩人嘅吧？我家在總頭學少。哦。你法蓮喺邊？結案嘛？結案嘅就結案嘅片。結案講詩人咧咩動作啊？蠻有啦，同埋一般都有啦，都有。呢個後生嘅海陸哦，冇乜嘅強用。冇乜強用，真嘅哦。嘅強條有冇強用嗎？感覺嘅咧。強用啊！咁我冇乜強用。冇可能桂蓮自講嘅冇強用。講到同羅英英老師咁我冇乜強用嘅。差唔多啦，差唔多，談個事就好啊。好啦，唔係，即係你唱歌嘅嗬，詩要用到嘅係詩言嘛，所以按詩言多講。係啊，按創作冇較爭，對啊，我詩得落學年人咧呢，年人，見唱見講佢嘅詩人咧，年人就好，我海陸誒，也節目嘅主持，你是講年嘅，講年強用啊喲，蔡哥，哎喲，可能英語就好唔起來啦嗬，嘅大哥，我按蔡哥，好，從這嚟唱高中欣賞，高中好嚟，
虽然也个山歌迄讲用吸烟窗啦，因为佢吸烟山歌，不过外行迄因为本来讲開了冇獲題啦，冇獲題啊，那本佢講哦，有冇安排啊？有分記得伊啊，因為佢行咧是講佢母語啊，冇獲題，但是因為人家唱嘅山歌係唱吸煙嘅啦，有開了嘅山歌啦，但是台灣冇，也目前冇伊發展，人家發展咧係唱吸煙嘅啦，吼。今日也幾年數字哦，也個飲食以後伊量，伊符合到唱歌嘅嚇，你咧唱歌嘅人，你今日唱下老山歌，基本上嚟講，有啲素材藝人員藝啊，伊同意人嘅唱法唔同，甚至講有限山歌加咁唱，安尼分節係錯嘅。唔好講有限山歌加咁唱唔係，有限山歌加咁唱，啲人嘅分節係做得，聽起來講比較較符合到。但是有部分嘅素材，有兩隻素材讓人建議嘅嚇，啲人嘅技術春秋嗰個潮詩咧唱嘅嗬，仔細一個聽啊，係比較檢討一下啦嚇。技術春秋。木匠咧，你啊，唔知乜嘅理由，都未向啥走嚟提起嚇。佢可能老跳戲有關嚇，係愛去注意下嚇。喺模擬唱嘅山歌相當好啦，嚇，加油！好，謝謝老師。好，看一下5幾年嘅分數。謝謝，謝謝啦，謝謝。安尼有辦法給留下來啊？咁講，但是有辦法做到希望係唔係？希望一點，加油，我們都加油，繼續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好，謝謝安子 C。好，來，沙下來呢？沙落去，總分可以帶來平板。好嚟，睇下啦嚇。而家創下佢嘅表情嚇，你感覺個我今日當有刺心哦。哦，有刺心嘛？冇錯唔錯啦嚇。冇啦嗬。係啊，嗰次冇唔錯。哦，誒創到安好喺演變啊，接去參加嘅乜嘅課書總會。課書會嗬，各地都有嘅啊。歌唱班
有啊，有一上课啊。哦，给客属会有歌唱班，有歌唱班嘿。啊，我唱欣赏的搞。有。啊，要钱嘛？哦呀。人家就去学要钱。唔会贵哦。唔会贵啊。一期3张1张600。哦。哎呦，很便宜。真便宜。那你人一费啦，一费1000条啊，我去歌唱班就一期3张1 600条。哎呦啊，用清货。 600，一般那你多少年？30人噻。所以你学生国主啲学费费。哎，客属会嘅歌唱班，嘿。哦。还没做得去表演呢。有开台会，机飞嘅时间。开台会的时候有上台表演。啊，客属会我接啊，你1年。当年我去正常啊，开台会1年100。哦。 1年100。哦。哎，正常当年就会去个移民呀。哦。是表了的呀。哎，因为那个。 移民呀，就是客家人的信仰，当然就会去正常。哦，哎，错。啊，客属会要做乜嘅？客属会啊，就大家客家人1年就从下打嘴鼓吃下饭那种嘢，神气啊！打嘴鼓是翻搞朋友啊，搞朋友错啊！阿爸金前面有参加。哦，真的啊。哎呀，哦，做埋小组长。小组长，啊，真的啊。算是客家大佬都做来了。唔系啦，就会正经就一吃饭打嘴鼓，一老聊天。系啊，哎，快乐就好交流的场合，交流搞朋友，搞朋友，就叫乜个狮子会啦，发纪念品，差不多，又有发纪念品，吃饱又有纪念品吼。哎呦，充点人快。所以哎，你看成立一个会哈，对啊，政府还有补助。好多年做人一费哦。 好多年做人一费的，有客家戏咩都做的。对啊，好多年做人一客家费的。那我来想一个，看可以成立个什么会哈？做的啦，做的啦。再跟客委会申请一些钱呢。做的做的，听说青斗人啊吼，部长会。补充。来，创台了，唐先生来讲。好，蔡英先生。好。 其實成立兩種會係為咗聯絡感情呐，因為你台北當到下唔係客家人嘛，係所以要你協會佢哋就在強下市強下聯絡感情，啊係講成廟裏啦，新竹下偏向會所，佢哋咪會成立，啊樣就會關心當到老人家，因為當到後生人冇大屋卡嘛，係要你係會佢哋固定時間來來，不管係人民節啦，嗬，又係物價節，會強下來慶祝，答復幾多年來就會關心得到。哦，下擺喺有限嘅時間，有較多嘅預算，我出去安尼像吹標啦。係，所以你舊年係個老闆，其實就係本幾了有隻機會啊，或者咧市強下，係啊，市強下，哦，市強下，嚇我一跳，我想我怎麼辦這個，我都冇市強，我被嚇到。啊，講到冇清楚哦，家家事誒。冇清楚，你聽唔清楚。哦，好，因為你下講你分為即創界平板哈，其實你創界你係平板，日出日落應該不管係應該表達方式啦，或者係應該表現都非常非常嘅好，喺個推風非常嘅穩，嗬，我想你一齊操，你一比賽，你一比賽推風就係你最好。 嚇，就看呢場啊，就當輕鬆嚇。咁講呢，實下咧就係有幾隻為所謂本意建議，就係譬如講嘅提出幾嚇客家文化、客家了、客家、啱談起來，一家就認出怪怪。 嚇客家嚇，韓國你係有兩隻為所嘅代入，唔我想可能就得考慮一下，咁除重發係講呢個起就係填一隻起，呢個重發係唔係佢樣辦來修正一下，個代入係唔係談起來為下冇按好談嚇，就係潤米有點可能壓上嘅樣辦就係希望長年，韓國四季八節嚇，希望了長那年。 那如下來年就好咧，冇那，嚇，按呢個帶進就唔會按帶，嚇，按你談起來就係唔係重下險個，係講本身身體要將你個人可能從起來會有壓力，嚇。所以因為呢個帶進要強大到。
後背散早時候倒出床，嗰隻飲過，我感覺躺起來就冇安全，吼冇話幹啊，吼就係你係為所可能做啲考慮一下，係唔係可用半床吼，本自己係上癮，躺起來係自然，是冇呢？好，安子色，睇下總父母嘅盤數。這一個，很做得，做得，而家目前係啊，我應該冇問題啦嚇，留下來嚇，恭喜，先生恭喜，好，安子色下在邊當場啊？你看今年嘅長水獎全部做到一組誒，有冇？係啊係啊，哦，正式哦，全部都好古董，很傳統，真講啊，古典美，古典美，好，古着裝啊，現在流行嘛，嚇，嚟撒下來，撒下來，彭水峰帶來落山歌，好，嚟彈啦。摘茶愛摘，兩三片啊，三夜嘞。落了你三夜莫看，情未眠呐，爱一生过节啦，算了你呐。志峰大哥，你好，你好，係啊，好，哎呦，你有送包了那嗰種基因係嘛？唔係啦，朋友啊，你係朋友，我朋友啦，佢周水天嘅啦。哦，周水天嘅，唔知係咩周水天嘅？強行嘅啦，佢做都台北嘅啦，誒，安陽辦機，有乜神奇嘅事情？神奇嚇，係啊，兩兄弟送包卵，送包卵，頭兩屆。窮陽送包卵嘅姊妹，哦，咁做得嗎？用冇做得，做得嗎？一槍有發生過啊！有發生過啊！雙胞胎結婚啊！阿曾夫上9萬啊！咩啊？含蓄房間啊！含蓄房間，出江生意嚟嘛？唔會吧？少喎！哎呦，係啊少喎！含蓄房間，含蓄上房間冇上趕。cái tôi sẽ nhiều chút xe mấy hệ唔錯阿爸阿妹咩當接啦，當接啦，真係㗎，有人啦，其實全部帶鄉下就錯咧，親戚啦，帶鄉下啦，哎呦，係啦，anh有咩稱號啊？你啥有兩隻阿爸阿妹？係啊，你啥有兩隻阿爸阿妹？聲音男嘅，我看咧，有，哎呦，你窮樣啊！就你嚟就嚟辦嘅，一啥冇喊，那可以啥做得吐啊？轉出當上場呢？哦，誒，佢含
含出房间，佢而家就做天牌嘛。啊，做嘅呢？冇啦冇啦，就按用將就將錯就錯。基本上冇買錯嘅，這這都要多少嘅人咯，冇窮樣嘅啦。真係㗎，咁冇嘅人嗰啲朋友用嘅寫咧講好嘅。啊，係啊，今日係。而家用樣板夾把嗬，香港上嚟強用嘅，夾把香港咁係嘅款學生，學生半啦，真係啊，你冇係啦，係喎，係啊，啊，佢講出來寫嘅上嘅上槍嘛。後來我唔知，因為佢要離開台北咧，哦，冇得你夫權嚟用，佢離開咗啲南部咧啊，都冇聯絡咧，還是唔知咧。可能會看到節目啦。你講雙胞胎，唔可能特別日嘅分數雙胞胎，同樣嘅分數。幾禮拜平分咧？幾日可以期望幾禮拜嗬？兩禮拜分開一下嚇。係啊，那位先生嚟講。民族先生。嚟。我洛杉磯。確實要太鹹，要太上改安啦，但是你要用心到嘅唱，你想我來唱到咬絲咬張來，韓國呢做嚟來唱出感情來，佢冇法講嘅啦，但是就會要唱出嚟嘅，好比講三月莫咋落了落。咩落？係呐，我按永遠唱到，再來一生咧，你可能會拗到嘅用嘅匯率嘅一生，我按拗到嘅用嘅滋潤，其實唔係心態問題啦，也冇讓你扣分，但是我希望講，你做得一次一次嘅有進步嘛，我所以多個地方都想盡條內容按永遠讓調出來。我希望你做得更加改進，安尼好嘛？好，加油！好，謝謝。紫色，來，看大家分數。好，看一下龐水峰嘅分數。要 give 哦，那你要去到專業曲嘅，要面要自己咯，本來係笑笑嘅，我而家嘅見笑啊，見笑啊，我讚哦，B 就讚哦，好啦，容易哦，分數點高，下一坐一下，等我小節，安子姐，要兩坐，好啦，哎呦，撒下來，避免炸咯，避免炸，專業曲帶來3個字，好嚟，彈我啦。
又急，哎呀，壓力又來主持人好，壓力又來了哈。有好些啦，吼。有好些的，好些啦。所以才記啊，從認真唱就好。上禮拜有幾種緊張嘅表情表嘅面啊，今日唱又較好咧，今日較刺眼，較刺眼哦。下就要下冷調嘅啦，三足長壽。哦，上禮拜。挑戰嚟就下做時間。好，你下要下少攞呢？所以一作家都三，要作家都三嘛，哦係。哦，講到之前，阿姨訪問過佢嘛，叫先生去做船員嘛，船長。哦，輪機長。輪機長咧同船長有冇冇關咧？船長係趕貴船咧，佢在台灣就講甲板啦，甲板佢趕，機器先生趕啦，咁樣啦。哦，唔過要不天氣出門樣嘅。出國係啊。而家香港啊，本香港居留啊，好幾個鐘頭嚇，廿點鐘，佢嗌到嘅護照啦，佢睇保證嗬，係甲板處。我去香港啊，吼，係講聽阿先生出台去吼，啊就公司盤嘅手續，啊真錢全部去基本公司盤。對，就像一個安尼賭船表演沒咁樣，你就是整個護照就是要交給他了。哎呀，就下船的時候他才還給你。到嗌到上船檔吼，海關嘅人咧驗過係，佢就話嗌到啦，啊該擺住吼。該驗嘅時節機啊，冇去聲音對啦，吼，啊都講係，撞好嘅時節又冇擺嗌到，家下嘟嘟5點鐘啦，我食飯嘅吼，佢都要開船哦，當無限樣平平棒棒，當無限，我就上機可能上晏晡啊食飯嘅時節來嗌啦，吼，人哋講船咧可以出去嘅。啊，又冇翻嗌，食飯又冇翻嗌，我上機係咩？那本我線上，吼，我又冇問我線上啦，吼，我就想講，反正下船嘅時陣我用護照嘛。掹啲天朝先3-4點鐘嘅吼，朝先頭早去到香港，啊船長講，輪機長夫人，你個證件哦，實在拿出來，該海關人員喺度驗，我講嚇。我講你冇拿翻嗌咧，叫嚇，我冇拿翻伊，要養啊冇養，你簽下證對嘅。我講真嘅啦，伊冇拿半嗌，冇想要拿半嗌線上，佢講叫我10個簽，叫真嘅咧簽冇咧用格沙，啊後來就本該香港嘅海關人員是帶，佢帶轉路係路啲就是被扣留。當地人講咧，係啊，即刻俾帶樣嘢，老公冇聽得伊，冇辦法，佢有佢嘅政務啦。嗰時潛師太，嗰時想講冇相關嘅，唔係你做唔出啊，喺公司為法律為打算啊。啊結果後來就定幾條開船嘅時間，差唔多9點鐘，啊要讓佢送走轉船檔去啦。啊跟一樣禮拜一樣嘅，啊公司冇人上班，後來就到台六嘅時節，剛剛也冇證件，我就冇辦法下去啦，吼，就去錄去啦，吼。該船長要打電話問公司講係樣嘅，因為有一樣嘅事情啊，講嘅貴盤公司已經收到事啊。講佢個個盤事人呐是當到證件，當到是個批報嘅8點去嘅，嗌東西變咗水面檔，當地跌到轉移。佢驗個證件嘅是海關人員到公司人員，全部冇認證啦。哦，就烏龍啦，結果冇啦。當地就跌到個批報都俾大轉盤公司，就冇聽得去香港啦。哦，再被扣留啊！哎呦，當地人講了，對對。做事情爸爸冇認真啊！係啊，好，嚟，重提嚟，那邊是咋？唱秋下請上。嚟講邊下嚟。粵曲嘅上演真是非常嘅好，講老實話，我演就盡量浪調。但是我咪去運用我從頭講吼，你各大音吼，各大韻腳即個做得好，所以你大音嘅所在，你就比較有行樂調嘅嚇。聽一機、聽四機嚇。後見顯啦，名就填啦，大潤書的莫講親講吼。啊，你三個之間，你雙日是有一位咩強人人嘅唱強人吼。第一個後潤嘅時日，聽一節要調上去，好，哦，你好一下是咩音？啊，你講起來唔上去嘅時，你要去動講你要別音嘛。哦，你做得到，好為有一線，唔好為講後半樣嘛。你後背你氣就不足了。哦，
你按创了，你一个对一个有兴趣个，我规矩我个戏都能够创了按延慢。望你条件都種腳嘅戲種嘅後邊嘅戲就比較很弱嘞嘛，哦，就會對你嚟講比較合適佢嚇，所以啲係本人一集嘅建議啦嚇。啊，鬼數嗰位嚟講嘅千延慢，哦，我家講嘅一條小缺點。啊，應幫能夠注意下學貴精啦，哈，加油！好，謝謝啊，對，也講入分數之前，哦，先唱兩下嘅千個款，哎呦，要來嚟彭水峰大哥，彭水峰時陣，來到舞台度，目前90分，上禮拜兩位係94分嘛，對嘛？94。哎呀，禮拜彭水峰是95分，所以。佢會較拼哦，較拼，看下來看分數就啲嚟。嚟看一下，嚟看仲一球嘅分數。主新專輯啦，從封面開始就不一樣，看。也全部發很起嘎，哈。對，全部都是我的自畫像。這個是我在家裡面抱着我的狗。哦，你不是養貓嗎？我有貓也有狗，我有。對，什麼都養。還有沒有養男人？目前還沒有。看下來看分數就啲嚟。嚟看一下。嚟看仲一球嘅分數。哇！呢邊咧，恭喜你球技，哇！係，見咯，我嚟到偏分啦。哦，要加是冇應用啊哈。唔知多出個一啲咧，痛出來一啲啲咧。唔款，誒，恭喜恭喜！總算過關啦，過關咧，做得繼續錯。啊，你水峰太哥繼續加油，繼續加油哦，係。就係強搶佢，哦，初中比面上嘅保庇。鬧熱音樂會，好，今日嘅節目啊，特別邀請到一位來賓啊，啊，係啲安尼客家嘅非常清新脫俗、新生代的一位創作者，看到了，請講而且是一個美少女。但唱響樣，佢去年係啲嘅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哦，得到2獎，還有最佳嘅演唱獎。哎呦，最近佢發行佢嘅第一張嘅每一個專輯。哎呦，咁厲害啊嘛！哦，等下好好讓訪問下你，好唔好？哦，先彈幾條好彈嘅歌曲。鄱陽望口音。係。隨緊都錯的衰的一些你手頭馬街天公紅燭打扮出換嚟負責講的用的很冇行里頭馬街叫點出手嘞，太短手段出夠嘞，你得覺得難得嘞，非你不用得唔記得嘞。用來找一個簡單嘅地方，專屬就秒到你講，雲當跳舞中國。
是叫等就笑嘞，太等笑就叫嘞，你等讲等难听嘞，非你表得唔记得嘞。用爱走一个简单的地方，传说就秒到你讲，运动跳舞唱歌。之前那个安尼特别节目的时间，有唱过乔伊，他说乔伊就是穿个那种美少女的那种制服，嘿，啊就来玩游戏，嘿，对，啊，嗰樣時冇感覺講對歌唱部分冇按注意，我特別表現到，對呀，一鳴驚人呀！哦，你好像行動 CD 一樣啊！對啊，你是對嘴嗎？對呀，你剛剛對嘴對不對？沒有啦，我唱現場。對呀，現場呢，現場呢，佢編曲咪輕貼片咧，調前迄個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哦，對。哎呦，哦，個調前個鋼琴。對啊，來好好介紹一下，哎，就是出新專輯啦，從封面開始就不一樣，看。是啊，對呀。全部發很奇嘎，哈。對，全部都是我的自畫像，就是不同的。我創作歌曲的時候的心情，各種面向就把它畫下來。像剛剛的那一首就是這個外太空的這一個，因為我想象我人已經在外太空。哦，對，這個，對，然後這個是我在家裡面抱着我的狗。哦，你不是養貓嗎？我有貓也有狗，都有，對，什麼都養。還有沒有養男人？沒關係，聽得懂。哦，一條狗哎啊，真的。对，哎呦，很有味道的一首，全部都是用畫的。全部都是用畫的。對啊，你長那麼漂亮，為什麼要用畫？因為不自己。對啊。我一開始就是沒錢拍照啊。沒有，我一開始就是有一點障礙，我就一直覺得我很不太敢在專輯上面放我的臉。哦，底部都沒有啊。但後來公司就是他們有勸我，就說為什麼不要有你的臉？太拿不印象。哎，你怎麼拿瑤瑤的照片來放？瑤瑤的照片沒有這個，不是瑤瑤這個身材差的有點多。是嗎？瑤瑤身材比較好。拉遠一點看。然後它旁邊這個就是1:1的喬拉拉，這一支叫做喬拉拉，就是我這個自畫像的人。哦，對，你幫你自己取的另外一個。對，我的分身，對，我的分身。對啊，對啊，康也是等很好收藏的一張專輯，對嗎？謝謝，恭喜你。對，哎，我以為有這種創作理念，你國外創作完後，你也有這種才華，然後也會好像也會一點樂器，對不對？哦，對，你為什麼冇想要行華語路線呀，閩南語路線？因為我想要行客家路線。一開始是真的有做華語，那後來是因為我自己有一天在家裡面跟朋友聊天，然後他們就說：“哎，你有沒有想過就把你的歌翻成客語看看啊？”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哎，好像翻出來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然後我就自己寫看這樣，然後那時候是找朋友一起，然後。但是那首歌我就這樣放着，也沒有去動它。然後後來是跟我的製作人3哥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就說：“哎，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歌可以给我听听看，然后我就给他听我那一首我翻的，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蛮好听的，因为他听不懂客语嘛。虽然唐唔识，对啊，但是唐起来，一后唐，就好像广东歌一样呀。以前很多广东歌曲我们也听不懂啊，他到底在唱什么？但是这旋律整个就懂有咪头啊，有吸引到你。对，然后他其实算是劝了半年快1年，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不行，我的客语没有这么好，我没有办法写一整张专辑。然后他就一直劝我，一直鼓励我。结果你还是被逼出来了。对，我其实也觉得，现在回头看也觉得好惊人哦，是啊，竟然就这样写完了一张专辑，厉害！你看有才华，有作品留下来，对，这把你的潜能，还要谢谢这个发出来，谢谢三哥，你的制作人，真的是有把我的一些未开发的东西逼出来，然后还一整张都自己画。对啊，真的是累死自己，还是三哥为了要省钱。不是，这真的很棒，而且大家跟他唐寅第一首歌，你看就已经迷倒众人了。我相信老师们应该也都被迷都听出耳油了哈。这位老师，好，听的感觉怎么样？当然幸福了，因为我连2年都主持了这比赛哈。其实这第1年的时间，我就看出佢佢啲音樂特別多，啲呢只。客家母語嘅音樂特別對有幾熱情，我印象當中嘅係你當年有一些最嘅小嘅新嘅客家音樂創作人嘅時間幾耐，叫彭博義嘛。對。我印象當中，因為啲門口記得離開時，他們把我叫住，說：“這位老師，好像禮拜我忘了是不是我講評。”我就看到喬一個當認真冇愛當到問題，我幾兩成嘅時候講，哇！你後生人真係當冇簡單，因為幾兩時期都來表演已經當好嘅，本大家印象當真的，真係佢啲比賽啲腦杯也好，佢加身份，佢還能問講老師，我覺得怎麼樣？其實我是很感動的，因為那件事情啊，對佢特別的注意。故說講去年嘅得獎，沒因為佢上到獎，冇啦，都有關係啊，都有關係啦。我就一直鼓勵佢，這樣子他其實那時候還在一個很迷惘的狀態。我說老師，我好害怕哦。我說其實不要害怕，很多事情親力去做，本大家看到人熱情，好嘅聲音，好嘅創作，一定會本當然談到啦，看到，我知道佢當成功，我想今年嘅金曲獎佢當有機會。我們想獎勵你要種專輯，當有機會，金曲獎，好吧？謝謝，才1首歌而已，怎麼可以？而且整個音樂會半個小時，就是要來聽你唱歌嘛，對不對？傻傻的帶了一條後台歌。接下來的歌叫做《唔上進》，唔上進，來，唔上進，來選上。vọt cả cái lũ thường nhàn lệ tu hồ vội trong sông nam lệ ít xa nên thì tôi bé cái lũ hồng lưu long chọn vọt cả cái phản trái thường phong bài lệ tu hồ vội trong sông nam lệ trong台北唔知為什麼改累，一米糞土引性命，心中落水有天空嘅龍井，我哋故鄉嘅街道，跳彈嘅吉他。卡嘅左下，皮到翻彩用，皮阿爸阿妹叫下，就叫他爬來，我唔想再落去，唔想再落去，真我噶，從彼此都愛問題呀，唔知愛做些幾什麼，假使做嘅。
全无甲不甘，伊若迄相片，贴上无卡，宁保护不敢打天发。伊阿爸没叫我，总有他盼来，爱无想转无卡，无想转无卡。 不想回家。哎呀，你这个俏佳女啊！俏佳女，对，不想回家，唔想转不卡呀，真想转不卡。东九我转不卡。哎，真的啊，这么转不卡，你真的他无害。感情啊无好呀。感情无好。没有啦，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感情亲厚。从我开始做专辑之后，就还蛮少回家的。 做专辑之后，我下歌要创作啊，录音啊，也嘛讨论。你这个资深来台北，系嘛？哦，对对。哦，要自己住啊？对，自己住。不会很无聊吗？蛮无聊的耶，其实。要帮他介绍室友。没有人陪你啊？有养猫啦，有动物。因为因为讲懂受专业，所以就有那种创造的理念，系嘛？系咪意思？其实是因为我的制作人嘛，阿三哥啊，他觉得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看起来虽然柔柔弱弱，但是就是蛮傲娇的。傲娇。对，然后有嘛想法唔会讲出来，有嘛傲娇感唔会讲出来。对，然后就是你有公主病的意思还是？就是也。 可能有一点啦，有一点吧，可以啦，她长得就公主样，没有公主病。她有一次刚好就是在那个录音室，然后听到我跟我家人讲电话，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回家啊？转了不卡，嘛安久没转呢，对不对？你台北做嘛？对啊，然后我就说啊，还在忙啦，还在忙，忙完再回去啦。然后就啊，不要吵我这样，然后就把电话挂掉。哎呦，然后但是电话挂掉之后，我就开始哭，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回家，我其实很想家。 会胸不卡你哦。对，但是因为我就是长女，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在家人面前讲过我心情不好或者是难过或者什么的，就是会比较报喜不报忧的那一种。然后我的制作人就觉得说，哦，就是这个状态太好了，就是赶快把它写一首歌。明明就很想回去，可是又。 不敢讲，不敢表现出来。说某熊会转，对，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有蛮多在台北工作跟我一样的创作人或是音乐人，好像跟我都有蛮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一忙起来就没办法回家，或者是手边的事情真的。 就是处理，对，或者是你回家之后，然后很快又要回来，对，然后内心就会有很多很矛盾啊，然后跟很想家的那种心情。对，所以你看他给来到台北，看给他有很多这个丰富的那个这个主持的经历嘛，对吗？你有做一些活动节目哦，活动主持还有电视节目没有哦，没有啊，对呀，之前有主持过大陆寻奇大陆寻奇的外景，那个不是侯丽芳在主持的吗？啊，不是熊绿阳熊绿阳。我也傻分不清楚。熊姐是棚内嘛，然后我那时候有跑棚外，就是外景，真的很久了呢，要到节目。 嘿，跟青丘以前俩很油哦。其实那个节目现在还有，俩很油哦，俩很油。头发都俩哈哦，哎，跟我见嘅节目去青岛嘅地方，係青没有那么方便，冇按封片嘅地方呢。对，而且所以你都到大陆整个。蛮耐一样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就是。 那边的制作人有特别跟我说，我们绝对不是去1、2线城市哦，你要想清楚，就是我们一定是去3、4线，因为1、2线我们都跑过了。然后那时候是去甘肃白银，然后四川泸州、海南东方跟湖南常德，比较他们的卫星城市。对，我有带来照片。哎呦，照片，哎呦，这个也很耐比。
这个其实我有一点忘记，因为也是有一段时间。哦，对，反正就一个山崖就对了。对，这个应该是我第一个去甘肃白营的那个地方。啊，那个红衣服那个是我吗？是我。你为什么不敢见人？没有，因为它下面就是黄河，然后悬崖，然后蛮恐怖，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都是这样爬，贴着壁这样那行，很害怕这样。那个是那个他们叫做羊皮筏子，但是你就冲了。对，但是这个其实应该是竹，他们会把它就是充气，像气球那样子。它看起来像一只完整的猪哎。对，它应该就是很多只。猪的皮里剥脱啦，剥脱以后可能晒干啊，晾起来，晾起来啊，关缝落去，像球啊，像球一样啊。然后翻过来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小筏子。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用，为什么不用啊？一定要用猪皮啊？不知道哎。然后我当时其实产猪吧，猪量太多，没有空。我也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就被那个导演骂，他就说你完全没有带任何的。防护的措施，救生衣嘛，该对，就是你就完全没有，然后你就这样呆呆的跑上去。哇，那在黄河很危险，就应该会流到下游吧？哇，有穿衣服就好了，没关系。置身于度外的意思，至少还有穿衣服，还蛮有趣的。那个时候出外景，他那个经历也是很丰富呢。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一到那个甘肃那边嘛，它是已经偏沙漠的那个气候，然后我气喘就是立刻泛起来，然后就沙漠型气候。对，然后那个礼拜的影片几乎全部都不能用，因为我有化妆，但是我那个礼拜几乎就是一直流眼泪，然后流鼻涕，然后一直这样，就是讲话都是这样。但是回到南部就自己就好了，就好了。对，南部给天使哈，对，你他关谁？对，按你冲的嘞哈，我们这个叶嘉修老师有听后感想，跟交流一下。其实实在我实在讲，真的很佩服，因为头哥，我已经觉得我很厉害了，我会写个思念总在分手后。哦，那是经典的经典。你讲什么诶？看你个张19岁，技巧在讲爱上副卡，你写讲爱莫上爱转副卡。哦，他是反过来讲的。那种我看到现在为止，他们看过讲有人用这种催眠的方式，还要用客家话，去表述一首歌嘅感情，頭多每是親上副卡，親上新副卡嘅翻啦，披的副卡嘅翻才香周霞啦，講的都是這些東西，然後最後說，愛魔想愛轉，所以這種感覺是，剛剛講，從創作的角度來講不管是來做製作人，來做雅嘅創作，跟你比創作，或者是當你的製作人，我都覺得那是因為強吸引了就，謝謝老師，黑到嚟，真嘅黑到嚟，對，這首歌實在是值得，真的所有作曲的人都應該去想一想，像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好像沒有我至少在我來說還沒有聽見過，大家都在講我想家，愛上副卡，愛轉副卡，我想念家鄉。冇人種愛用嘅方式來下歌唔簡單，這要是我給你的話，給你101分的。哇！加油啊，加油啊！他今天已經不用打分數了，他的這個已經是唱片歌手了。對呀，不過你這一張即將可能要進入金曲獎的評比，對嗎？那個就要被老師打分數，看對嗎？就是對啊，看天。對，沒有你有實力，沒有問題。有啦，哎呀，這個可算是客家界的漂亮寶貝，清新的漂亮寶貝，對嗎？啊，唐公今天有邀請了一個好朋友來跟你，對，好朋友叫做功德，哎呀，非常有才華的一位創作老師，冇錯。對，跟他帶來一首什麼歌？這首歌曲是羅文玉老師他的一首歌曲，叫做《亞嘅名嘅唱藝術師》。這首歌我知道，亞嘅名嘅唱藝術師。有聽意義嗎？愛唱詩人。
哎呦，哇，大家都会唱哎。最创造灵感道理。对啊，我觉得很好听，所以想跟他一起唱。也要清风哦，暗风对吧？摸好好弹一下。原上嘿，用安尼木腔用的嗰种搭档，哦来唱一条，木腔的佛法。好来。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哈？我们是在2019年的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然后比完之后，然后他就自己密我的 IG。哇！你这个色胚，你啊，他说已经到积累了，积累啊？不知道，问他。创作灵感宝贝，也给秒的做艺术师，天空给发作心，创造爱的旋律。作白剔上流動符，依課海散步，在涼風中跳舞。不言落下了太意，亂了腳步，心跳在加速，面風風看定義，愛點點看定義，想愛過，也給秒的做藝術是愛總是因為你鍾情，本創作靈感寶貝，也給秒的做藝術是天空給發作心。衝出愛嘅旋律。嘅名嘅唱藝術是愛總是你，為你鍾情，本創作靈感寶貝，也嘅名嘅唱藝術是天空嘅發作心，衝出愛嘅旋律。好看，哎，你自己感觉好像真的好看，感觉好有化学效应哦。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哈？用板音色的用啊？講樣嚟講，
都做的。我们是在2019年的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然后比完之后，然后他就自己密我的 IG。哇！你这个色胚，你都没有密我。对呀，看你的长得这么文青，那么斯文啊，看到漂亮女生就密人家 IG。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超级，我跟大家都不认识，然后我就是一个很怕生的人，然后我就默默就缩在角落，然后就这样过了一整天。然后他算是他算是那个比赛就是第一个跟我讲话的人。哦，正经吗？对，没有，因为大家这么有敌意哦。他在那个比赛的曲风跟那个创作，我印象很深刻，但是最后他没有得奖，然后我就觉得我得跟他表达一下。这个时候，嘟嘟去安慰他，哎呦，那就是他都盘算好。对呀，表达一下。对。那有产生什么情愫吗？好朋友，好朋友，就这样而已。音乐上的火花啊，没有再进一步说想要。差不多到这里。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到这里。差不多到这里。你说停就停吗？我们没有这样。差不多已经到积累了。积累啊？不知道，问他。哎呦！差不多才到球场门口而已。哎，刚付门票。啊，你讲这T100算T100合作吗？对，T100合作。T100哦，认识很久。一多年呢？就2年，6年呢，这样T100才第一次哦。因为我跟他，然后雨涵还有博弈，我们4个人就蛮好的，所以常常就是他们有什么案子，我们就会互相丢来丢去，互相 cover 做合音啊，还是什么。但我们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合唱，对，T100冲有没有一世成主顾？我觉得可以啊，蛮好的啊，做对啊，怎么可以？功德很棒哎，很厉害，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创新的。他是我们节目的热门来宾，我也很钦佩他，真的。哦，而且他很好，因为我就是客语就是没有他那么好嘛，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录一些他其实也听不太懂我到底在讲什么，我就会说讲的爱金本人哈爱知道哈，然后他就说你刚刚那个讲的是什么什么吗？然后他就会录很多给我说你这应该要怎么讲，然后他就常常会教我，或是有时候他会问我说这个字的通常都怎么念？对，就会告诉他。那你很有耐心。哈嘎巴，喊做的哦，哈嘎巴不查啦，不查有讲。係啊，佢人家近邊因為按到嗰個好線，那唔線，因為我想我線也羅文玉老師最新創作的這首《草頭豬》是甜蜜的一條歌。好，兩個唱完了，那個慧茹老師哈，對啊，還有國禮老師他們，然後你就交流一下。對啊，他交流一下，想要有點這個分享一下，聽後感想好，先唱國禮欣賞。國禮老師來。廿個名係唱藝術史哈，今日講的老喬穎唱藝術歌曲，我給你們另外一個歌名，你也係唱藝術歌，唱一部天樣。哦，一個畫面正經呢，正經動有畫面哈。那如果我跟喬一唱呢？噩夢一場。這就是18禁了。噩夢一場，悲傷的電影。年齡差距太大了。我想問喬穎一件事情，就講喬穎你個故鄉在哪位？苗栗。苗栗哈。條分。糖度個苗栗強的啦。哦，真的嗎？真的，看得出來，看得出來，懂清楚啊！苗栗頭份鄉是要是完全99%共用的啦。哦，但是就有一個差距，就苗栗嘅你說你們說你，對不對？會說你都可以，小部分的差異。唔講講得咩係苗栗人咯，啊，喬穎咩係苗栗人咯？我三二講苗栗咩講啊？係啊，啊叫做就講你呀，係啊。好了，這個題外話，我今日正經4分黃一堂都很亮啥唱歌哈，尤其要不然呢，我也看了一下喬穎的作品，就是他寫的那個詞曲哈，包括純處珠、苗東一講，還有轉唔上轉哈。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講你下國詞這個每一個遣詞用字都非常的客家。我不要聽你講話，我光是看到你的歌詞就知道，你一定是離苗栗不遠的一個
相亲，果然你就是在苗栗的隔壁庄哈，台湾哈。那你是哪里抄的？因为他都问苗栗人啊，歌词。我都问我妈妈。所以你可以用中文下国史，再呛妈妈翻译过的是吗？我会先查字典，然后自己先写一遍，然后全部都是客语词了之后，我再给我妈妈看，然后她就会帮我稍微修一下，她会说有一些字太拗口了，不是平常会讲的，对，然后她也会帮我修一些。他很厉害，他会把一些字修得很漂亮。就是我一开始写什么缓慢的，然后就写什么很慢，然后他就写你就写听听哎啊，听听哎很漂亮，然后别人听又会觉得有一种韵律感，听听哎。妈妈真的懂厉害哈，把你的遣词用字每一个字都翻译得很精准。哇，很漂亮！你们今天唱这首《廿幾名唱藝術史》也是國外的講，雖然沒人家的去搞個照片，但是我知道你們兩個這麼完美的組合呢，哈，我會開始害怕一件事情。講嘛？怕他們在一起。在一起。我恭祝他們在一起啊，但是他們兩個將來勢必會成為台灣客家樂團，甚至整個世界的客家樂團的一個亮點，一匹黑馬。哇！你們要好好努力哦，加油加油哈，好不好？緊張，場地緊張。是，刚才罗老师说功德是很棒的一个吉他手，不单是很棒的吉他手，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温暖，真的听你唱歌，就像老师讲的，就是有画面。然后今天听巧玉唱歌，你看他连讲话的声音都这么的甜呢，而且你跟嗓音有一个很特殊的音色，亮亮的，好，有一个亮亮甜甜的声音，但是这个亮亮甜甜的声音在你的中音域的地方，好好听，好好听哦。那个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闭着眼睛听，真的就是看到你用声音做一个画面，然后在高音的时候，你的假音又没有那个亮亮扁扁的声音，反而是非常柔的。所以我觉得你整首歌听到你这样子整个运用，然后跟功德两个声音这样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幅画，非常棒的一个演出，然后听得很享受。我前面听一听，然后就开始很认真的去看着这个词，听着你们唱，我真的觉得会一直很想要继续去听你们更多的音乐，对。加油，好棒！谢谢。对，好评不断，对，真的，大家都希望你们在一起。是这样子吗？我刚刚只听到厮杀，恭喜乔伊啊，这个出专辑，而且转型某简单，而且她算是我们客家界目前应该是最漂亮的一位。你把我放在哪里？一个创作女歌手啊，真的长得是最。哎呀，最上相的嘛，对吧？啊，压力好大。还好雨涵没来。对啊，没有雨涵来，我会说雨涵是目前长得最好看的。对。见谁说谁话。新雨来，我也会说新雨是目前最漂亮的。我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下次有机会好不好？有机会再一起来。喺節目當中唱歌本大家堂，好嘛？還台灣強的咧吼，強的發行專輯嘅時間唱，他快要唱給 Q 音樂，然後你再來幫忙，當好朋友，好不好？好，謝謝兩位，謝謝。好，今天節目告一段落啦，哈，係啊，好唱歌嘅朋友夾夾落報名，打天巴來，人叫66676，還有傳真天巴人22778232，等待大家打電話。好，多謝大家收看，哦，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啦，哈，謝謝。永義謝謝，常大家多多支持，謝謝。是否小飘老師還有沒有去欣賞？辛苦嘞！老師們，謝謝。老師這時候的音樂最嗨。對。天總會分演，辛苦嘞！謝謝大家。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禮堂，老年看下來，拜拜。